你的礼拜，请走噶。总是我当真做即顶号的人，是对上帝恩才有。搁伊所想事我的恩，毋是空空。若是我比伊众人较着磨，其实毋是我，是上帝的恩甲我伫地。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三甲来吟信诗，阿罗上帝，信诗第4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请起立。Show me
徛咧，用主甲是咱的基督文开喙来祈祷。阮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试，着叫阮发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煞者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交胎，对圣母玛利亚之死，伫温柔彼拉多灵来受苦，定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我上天。打造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过彼拉多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共同教会，圣道相通，做赦免，用血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角来教学启语文。今仔日要读的启语文是第20篇，也就是诗篇90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大地甲世界也袂造成。你互陶造的人为互陶粉。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这声，你的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迷梦。早起时发起来无成。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求你教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信时才会改变心意。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互阮的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求你互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这声，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一切平安。三到后头来祈祷。主必听他创造天地万物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慈爱甲怜悯。互阮会当伫旧年过了开始，嘛会当有新年有新的生活。伫主的奇妙带领，教会有济济事工热切伫筹备甲调整。毋若是失败的精神，同工的培养，阁有会友灵命的追求，拢有主奇妙的业力甲引带。阮亲知。主所备办的是阮目睭无法度看见，耳孔无法度无听过，嘛是无法度想象的一切。
感谢主，赏赐平安，互阮会当看重对主来的恩赐甲才能，谦卑珍惜家己的工课甲一切服侍，看重所有智慧的欠缺，伫温困的跑走中会当享福，伫享福中嘛是会当欢喜领受着大着磨，有安定平安的心灵。主啊！阮要称谢你，阮受造奇妙。我靠耶和华，阮袂放大眼前的困难，会用行动行出活路。毋那是为着生活顺利来祈祷，搁较仰望主帮助阮，成做一个坚强的人。因为主的疼，互阮有能力气力去疼人，亲像家己，赦免阮的贫惰。阮的自尊会当真正做别人的祝福，荣耀主的名，更加恳求主会当亲自医治兄弟姊妹中有身体病痛、四肢绝望的人，愿主医治会当减轻身体的疼痛不安，嘛会当加添仰望甲信心在治疗中。最后，也为着美丽台湾这个岛屿献上祈祷，愿主安慰发生伫77年前的228事件中，请会当伸手安慰所有悲伤的心灵，会当在事件当中，大家会当有检讨、有学习。直到即马2024年的现今，愿人民所选出无当改善的管理者，拢会当以诚实、谦卑、仁爱来照顾人民，来疼惜这个美丽的土地。阮的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今仔日要学落的，请甲伊雅音合唱团。今仔日要学落的诗歌是，这是甲主相会所在。
感谢雅音合唱团，学露出有信心的开来的声。三角来共读上帝的话。今仔日要共读的是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7节。马太福音第10章第1节到第7节，我来读，请大家来看。第1节，耶稣就叫伊12学生来，互因有这压声性的权来赶着因，煞医好大样的症头，大样的病痛。12使徒的名就是这个，头一个西门叫做彼得，甲伊的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囝雅各，甲伊的兄弟约翰，腓力甲巴罗多买，多马甲天向的马太，阿里菲的囝雅各，甲达太，加拉尼的西门，甲加略人犹大，就是卖耶稣的。第5节，耶稣找这12人，煞吩咐因讲：外邦的路无得行，撒玛利亚人的城无得入，较好着去就近以色列家示罗的羊，行的时着传讲天国近啦。煞只邀请本堂的张牧师，伊今日分享的内容是呼召。同在切恳，咱搁一个同心来祈祷。诗人讲，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伫即日的中间，我们欢喜快乐。是即个时阵，即个所在，是条件主的所在，是阮有福的圣殿，是阮用全心要来敬拜、阿罗，来恳求。来甲上帝你交陪神圣的时间，是阮兄弟姊妹圣洁合一的所在。主阮伫即个所在分别这段时间做成，就是要尊你最大，就要高举上帝你的名，来幸福伫上帝你的关联，幸福伫上帝你的教示的中间。主阮恳求你用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帮助阮。互阮伫即段分别做成的时间，会通搁较体会上帝你对阮每一人人生的带领，你对阮生命的引带。摩西伫诗篇90篇的祈祷，确实互阮有真大的共鸣。主阮的日子咧过，亲像草，亲像花，早起时无生，闲时受割就孤单。有时阮的年日真正伫过年的时，搁较感觉是一个真短促。总是阮逐人咧生活，敢若是阮永远会通徛起伫即个所在。主啊，阮通过摩西提醒阮，什么人会通了解上帝你若审判罪恶？阮中间无人徛会牢。阮爱知影上帝你受去迄种的可怕，主阮也爱恳求上帝你，亲像摩西所讲，想使阮有一个智慧的心，互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互阮知影怎样伫每一天的日子，甲上帝你相同行，甲你同在。当你呼召阮的时，阮用真多时间甲精神来学习上帝你爱阮怎样来活出基督活命的款式。当阮领受到这个同在，甲你相结连的时阵，你有分派阮出去结果子，出去宣传讲天国近啦。阮都爱好好保守，阮也会通保守的迄个时间。主啊，恳求你伫这段时间，设立你施恩的宝座伫阮这个会中，上帝你真理的灵运行伫阮每一人的心内，伫人有限的传达财物，上帝你奥妙的真理，直接对每一个无共款需要的心灵来讲话，互阮对今的敬拜
来领受最最教示、最最的祝福、最最的指点。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欢迎咱大家做伙来敬拜。这个拜日，咱有一个装饰守完节94岁、95岁来离开世间。我咧准备这个个别礼拜时，就会去想到伊的形象。伊大概来做礼拜时，拢非常的整齐，特别我相信你这毋知伫遮无？伊大概来做礼拜时，稳当拢有去甲伊的头毛set到了非常的整齐，你有感觉？拢穿甲非常的整齐，才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伫个别礼拜时用2段圣经来勉励，就是用诗篇23篇第6节这个代表讲，伫我一生的中间，有稳定甲慈悲会缀我到死人。总是后一句，就是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咱在生的时，咱一直活伫世间的时，有稳定慈悲缀咱。咱伫在生的时，咱嘛来到圣殿来敬拜上帝，总是真正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就是当咱这个肉体败坏，咱去到上帝为着咱陪伴天顶的主家的时，真正迄个时阵才会通体验什么叫做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我嘛用诗篇84篇第1节甲第2节。万军的耶和华，你徛起的所在怎样遐通意爱？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昏去。诗篇84篇是可拉的后裔伊所写的一个诗。这群人是伫受掠去到巴比伦，当伊伫外邦的时阵，少年讲，当时咱也阁有机会伫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的时。迄个是何等的水，何等的安乐，是何等的欢喜。所以，伊伫远的所在，少年讲：我实在是少年耶和华的圣殿到昏去。我以后会通阁倒转去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所以，为巴比伦去到耶路撒冷，即个800公里、900公里的路程，伫当时来讲，因会经过流目屎的山谷，总是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伫因一直要迄个。永远的地来迈进的时，伫迄个所在，因咧体会上帝稳定的福气，充满了迄个流目屎的山谷，互伊变作秋天福气看满的所在。因讲，阮逐人哪行开来哪加天，迄个锡安的大路来迈进。这也嘛是咧描写咱人生的路。咱人生敢若行伫旷野的中间。咱咧为锡安的大路，为永远的所在，伫迄个所在来迈进。所以我愿无耶和华的殿院，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所以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那这句话对你代表什么款的意义？你的心安怎去想耶和华的厝？我想咱真侪人可能敢若想讲，我礼拜日就是来耶和华的圣殿，我来南门教会去到六楼，遮尔舒适的所在，这是耶和华的厝，我要伫遮来敬拜伊。是我想安尼想嘛，无毋对。早时上帝就是伫圣殿来调教伊的百姓，所以对旧约的以色列这百姓来讲，迄个圣殿是一个具体，是看会到的，是会幕。是一个圣殿，所以定定咧少年耶和华，耶路撒冷的圣殿，定定咧少年迄个会幕的敬拜，总是到伫新约你甲我想咱都袂当甲即个耶和华的殿，敢若狭义来解释讲我著一礼拜来到耶和华的殿敬拜一届，已经无共啊。主耶稣讲，伊甲撒玛利亚妇人讲，你敬拜无一定爱去耶路撒冷。上帝是一个灵，用诚实甲心灵，逐所在你的厝嘛是耶和华的殿，你工作的职场嘛是耶和华的殿，伫迄个所在你会通敬拜上帝，甚至最后保罗讲，你甲我，咱拢是耶和华的殿。咱今日就对这方面来建立伫今日主题会幕。
会幕真重要，因为迄代表敢若是上帝具体看会见，伊徛起伫咱的中间。因为这有时代的背景，会幕其实简单来讲，希伯来讲就是一个天道，一个帐篷。为什么需要有会幕？或者以色列离开埃及的这百姓看会见？因为因需要一个具体可见的建筑物，迄个形象伫迄个所在，知影讲，摩西带阮离开埃及，这中间毋是摩西咧带阮，是有上帝伫咱的中间。所以咱知影对出埃及记为26章甲36章的中间，恁有机会去读。上帝命令这个摩西讲，你爱做一个会幕，互百姓知影我徛起伫恁中间。所以这个会幕的建设，出埃及记26章到36章。这个会幕对出埃及去到建立伫迦南地伫士师的时代，嘛拢也讲用会幕的形式存在。所以会幕差不多伫以色列历史的中间，超有300-400年久。是一个流动的帐篷，是一个流动的这个互人感受到上帝徛起伫咱中间。这个会幕差不多用到300年、400年，咱知影士师的时代还未起圣殿，然后到王国建立了后，代表讲咱逐个人拢住伫这个有厝顶、真舒适的所在，上帝也互伊住伫会幕，安尼说不过去，所以代表想要替上帝起圣殿。总是因为伊是建书的手，抹伤侪人的血。上帝讲，这个建圣殿的任务交予所罗门，所以到主前1000年的时，所罗门才开始有第一圣殿，伫耶路撒冷起好这个圣殿。这个历史咱拢知影。所以会幕，这个是照出埃及记上帝规定的迄个尺寸所用出来。即样目前我是无去这个所在，以色列有一个国家公园，就将上帝会幕照圣经的记载，甲伊用1比1的比例，甲伊做一个模型，大概是安尼，看起来真简陋。大概咱会通看见，这个长甲宽无长啦，50公尺，宽22公尺，一个长条形的一个会幕。伫美国真侪教会特别以前我伫 Orange County 的时阵迄个Saddleback Church 嘛，捌起一个会幕伫迄个所在，互人去经验讲迄个时阵会幕大概是即个款式的，互你去经验。后壁这看袂清楚是一个图吼，长44，宽22公尺，所以分做3部分，有外院，即个天道入来吼。迄个是外院，所以若要献祭要抬羊啦，要献祭予上帝，拢伫外院才来处理。然后内底佫一个较细的天道，迄个是圣所。圣所内底入去了，佫一个至圣所。要入去圣所有一个幔子，甲伊隔开；要去至圣所，也佫有一个幔子来甲伊隔开，分做3部分。所以外院、圣所甲至圣所，所以是真简陋的。是随时会通拆掉，随时会通来佫起来的一个会幕，真重要。因为以色列人特别这百姓，因毋捌上帝，因嘛感觉讲摩西你到底你所介绍这个上帝，我无熟悉。所以咱若看出来嘅记26章到36章，这个每一个支派。伫即个会幕边倒一个支派，倒一个支派，东西南北拢爱照支派来排。会幕放伫迄个中间，所以讲起来会幕真简陋，随时会通拆掉，随时会通缀咧行。这代表伊是一个甲百姓做伙流浪，做伙行伫旷野，做伙咧迈向应许之地，要去到迦南的所在的一个上帝。对咱的人生来讲，嘛是同款。上帝是甲咱做伙行人生道路的，伫旷野中，伫什么所在，伊敢若一个会幕伫咱的中间，甲咱做伙相同行。总是到新约的时代都无共，耶稣成做咱的会幕。像咱头先
讲这个弥赛亚就是叫做耶玛雷利，意思就是上帝甲你三合一个。所以，甲撒玛利亚妇人人讲，你无必要刻意去到会幕，你无必要刻意去到耶路撒冷所罗门，也是后来第二圣殿，你无必要去迄个所在来敬拜，因为已经徛起在咱中间，已经伫咱的心内有真理有稳定。那通过主耶稣基督，你直接会通看见上帝的阳光。所以，伫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伊定定会去回归迄个旧约的中间迄个献祭啊，定定遐个仪式，伊特别去注意这。所以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20节讲，今仔你知影，早时要进入伫会幕外院，然后到圣所、到至圣所，甚至至圣所，迄是被限制真多，是在大祭司一年一届为着百姓伫遐来赎罪，才会通入去的。但今仔日你拢会通借着主耶稣基督，把迄个圣殿的幔子、至圣所的幔子，甲伊拆掉。咱在主耶稣受难的时阵，迄个至圣所，伫迄个圣殿内底至圣所，迄个分隔人甲上帝中间界限已经受拆开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兄弟啊，咱伫主耶稣为咱赎罪了后，你今仔日唔免通过祭司，你唔免通过牧师，你唔免通过神父，你直接好胆进入伫圣所，进入伫至圣所，因为上耶稣已经用伊的血替咱开一个各新各活的路，这是伊为咱赎罪完成的功劳，所以咱能直接来面对上帝。到伫后来，保罗伫迄个所在讲，主耶稣基督，伊是咱的会幕，是咱的圣殿。你嘛爱诚做圣殿，你嘛爱诚做神。所以保罗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师德，也是讲毋是一个真有道德的一个教会。所以保罗甲哥林多教会讲，哥林多教会兄弟姊妹，你都爱知影，兼毋知你是上帝的殿，是神圣的。上帝神、上帝圣神伫你告别耶稣是主，告别我要领受主的恩典的时阵，上帝就已经用圣神赏赐伫你的心内。所以你毋通互你的肉体放纵去毁坏上帝的殿，因为是神圣的。你若去毁坏上帝的殿，去用你的肉体去行歹，去做一寡遮的代志，上帝要毁坏你。所以今仔日迄个会幕、迄个圣殿是你甲我，毋是干那主耶稣基督，嘛毋是干那迄个旧约的圣殿，嘛毋是干那咱们教会是上帝厝，是上帝的圣殿。咱最近一直咧强调约翰第6章这段圣经，主耶稣用5块饼2尾鱼，互5000人食饱了后，吸引足侪人爱来跟地伊，所以。主耶稣真明白这个人的心理，伊甲伊讲：恁今仔日袂放我说，伫迄个变迄个5块饼2尾鱼变互这5000人食饱了后，伊坐船过另外一番的时阵，才有得到食饱，这个人黑沉沉，佫生花过去找到耶稣。耶稣甲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才来找我，恁今仔日要就近我，看见神力。是因为你吃饱尔，总是我跟你讲，我能够给你的更多啦。我唔是干那会当互你迄个会败坏的美娘，你较重要去追求迄个长直的永活的美娘，这是我上重要。人主所要互你的意思就是讲，恁来跟底我，唔通干那正做一个信徒，相信你会通满足我今生的需要。我艰苦的时阵有一个倾诉对象，我无气力的时阵，我有一个依靠的对象，解决我人生的问题，是这对咱来讲拢真重要。所以更加重要就是人主所要互你是永活，是永生的美娘，这才是恁所需要的。所以，那顶2届咧讲道时中个，今仔日军队耶稣有2种人，第一个就是袂歹啊。
心灵有一个寄托啊，来做礼拜嘛，真属实真好啊，嘛相信讲啊，我祈祷求上帝解决我的问题，这叫做信道，相信我会通对耶稣得到一寡今生的利益。所以还有一个是上帝特别呼召来做门徒的，这个门徒就较无看重今生的这利益，伊较看重迄个永远的活命。所以咱看来要介绍12个使徒，这12个使徒伫人的目睭来看，因伫今生拢非常的惨，侪人顺道，侪人拄着足侪障，这阻碍，所以这门徒拍死无退，这门徒因咧追求迄个永远的活命，因为知影迄个是我重要，是我所需要来根地。所以我今仔日特别咧看讲，伫即个维基百科有定义信徒、门徒。然后今日咱要特别介绍使徒，信徒 believer 就相信，我相信你有迄个能力，你有迄个才调来帮助我，我相信你我来来敬拜你，拢会使。亲像今仔咱最近过年的时阵，做这庙事相信我去倒一个宫来来求一个钱母我就会通得到发财金我就会发，我相信。相信伊会祝福伫我这个所在，disciple 就无毋对，都无共款啦。门徒是讲，我毋嘛相信尔，我愿意伫这个我所敬拜对象来接受伊对我的操练，对我的管教，对我虽然我无爱拄着的代志，如果你互我拄着，你陪我来去面对这个问题，来顺服伊。这个使徒。是为着一个特殊的目的受差派原文的意思就是受差派的人所以伫即个维基百科的时候，我看见有写讲，伫基督教教义内底会通分做相信者、信徒、门徒甲使徒，有这三项维基百科毋知什么人迄大家去写啦，伊讲这是逐级提高的啦吼，门徒一定。是信徒，你要先做信徒，你才愿意去付出更加多来做门徒。所以信徒不一定是门徒，我敢若相信这个暂时的，无相信迄个敬拜者会互我永远的活命。伊讲使徒一定是门徒，总是门徒不一定是使徒。那问题就是讲门徒甲使徒安怎来分？有啥物无相像？咱读以弗所第4章11节，保罗伫迄个所在甲伊讲，上帝赏赐咱有5个职分，有使徒，有先知，有人上帝可以特别的恩赐去传福音，有的做牧师，有的做教师，去教人上帝的真理。这5个职分是为着要互来装备圣徒来起造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就去做教会去传福音，所以有5个职分。这5个职分，今仔日是毋是也阁有使徒，也阁有先知？这个一直是伫这个信学上真侪人咧辩论吼。如果你今仔日来去参加灵恩派的聚会，也是聚会所的兄弟，因认为讲这5个职分即马拢也阁有伫咧，所以有时你会看一寡。这个奋兴运动、医病赶鬼的运动，有真侪人自称讲我是使徒，以世界，我叫做以世界来啥？咱看见有足侪人家自称是使徒，是讲我是先知，我会通看出上帝对你的讲法。上帝可能有这个恩赐，总是因为主要尼托生吼，这个聚会所的兄弟，这个部分我无。绝对的答案，总是我甲大家分享所读的一些资料，甲大家分享我的看法。尼托生因为看见耶稣这12个使徒，扣掉加利人犹大以外，这个人领受到圣神福音的权柄了，伊逐所在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所以这个人成做一个敢若是使徒是特别上帝可以去建立教会，去传福音这个人。总是建立教会，还是讲伊有讲道恩赐，伊可能上帝可以有特别的恩赐，会通看到一寡普通咱
较毋知还是有言，我无可能检测有这温数的人。总是你袂当因为安尼，你就自称师道。譬如讲马街建立60间的教会，长老教会从来毋捌甲讲师道马街，毋捌讲师道马雅国。因是建立教会的人，总是无认为讲因是师道。师道甲先知伫迄个时代是有需要的。所以唐崇荣伊有一个观点，伊讲若对历史来看，原来有一段时间，耶稣基督亲身呼召12个学生，甲真理交托，包括后来的保罗，写一寡圣经，今仔真侪咱咧读的这新约的圣经。总是即种的师道甲先知，伫迄个时代迄个需要，到即个时代，大概都对唐崇荣来讲，也是讲伊后来读到即个早期的即个教父也好，中国改革家罗丁马丁，也是即个加里文，伊认为讲大概即5个积分内底，师道甲先知。伫迄个时代有，即马应该是已经无。我无绝对的答案，来望上帝显现家己本身来启示咱。所以加里文相信讲，新旧约完成了，教会建立了后，师道甲先知大概就无存在伫即个世间，毋是家己放倒会使。总是为什么早时伊有所写讲？教会是建立伫师道甲先知的基础的观点，因为咱知影，伊有说第2章20节，伊讲教会建立了后，不管是外邦还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上帝的选民，恁大家拢毋是做外面人做假卡的，咱已经甲所有的圣徒，包括这师道，拢共国。拢是上帝加来的人，今日基督的教会是起造伫遮师道甲先知，所以上重要是耶稣基督做触角头要紧的石，所以耶稣基督是触角头要紧的石，然后用旧约的先知做预言，甲新约早时遮师道教会伫遐慢慢受起造起来，然后才有牧师、有教师、有先知、有传福音遮的人。所以，今日教会基督教会的信仰是建立伫旧约的先知甲新约的师道的观点。总是虽然今日检采已经无师道，咱犹原会通对早时的师道，因甲主耶稣基督互动的关系，也是你对这师道的了解来学习一寡功课。我想咱可能真少真认真去看这师道。路加6章12节讲，耶稣是经过祈祷咧，真心中通眠求上帝，互我会通竞选12个学生，特别甲因称因做师道。伊是真心中去竞选，伊竞选的标准伫什么所在？我看起来找不到一个共通点呢。当然，咱对12个师道，你读起来有时会真乱，写嘛真少。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圣经内底咧写这12个师道，这12个师道拢有因的图啦吼，总是咱拢毋知这图是毋是正确。一个来介绍，第一个介绍雅各，雅各讲伊是西比泰的囝，伊是约翰的兄弟。那照圣经，你若看中文的圣经是约翰甲这个雅各两个是兄弟，因拢是讨喜人，咱若读。路加咱就知影，耶稣伫河边来甲因呼召，耶稣真后讲互绰号，甲因叫做半年期吼，意思讲这两个兄弟可能脾气一开始无真好，雷公的囝吼，念伊一个反应，伊就马上真直接真迄个反应。你知影有一届，这撒玛利亚人无接纳耶稣，无甲因款待。这两个就讲为天降火来甲伊烧死，伊本来是安尼，是这种的人。总是后来这个雅各，伊可能真早就顺道。使徒行传12章第1节甲第2节讲，希律王也在位的时阵，伊开始为着要犹太人欢喜，就开始迫害教会。
表来教会第一个受抬就是约翰的兄弟，这个雅各。这个雅各等于是第一个有历史记载第一个顺道的使徒，所以可能12使徒内底，伊真早就无伫咧所以咱大概小可知影，12个学生内底有2对兄弟，雅各甲约翰、彼得甲安德烈，总是也佫有另外一个叫做雅各。等者咱来介绍伊。第二个是约翰，约翰甲雅各2个互合做类官仔囝，总是后来即个雅各的变化非常的大。约翰1书、2书、3书，伊讲上帝就是疼，伊受称作是疼的使徒，也会通是讲活得上久的一个使徒。伊若写约翰福音、约翰1、2、3书，启示录嘛是伊写的。这3个真早就成做教会重要的初代教会重要的条件。所以保罗伫加拉太书第2章第9节讲，佫知所想事我的恩典。当伊去甲雅各激发就是彼得啦吼。约翰人看做是教会条件，教会的3大支柱，3个领袖。所以咱人看伊一开始。约翰、彼得甲雅各，所以我问题就是讲，迄个雅各是头先讲的约翰的兄弟雅各，也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这个也是成做一个咱会通去思考的问题。第3个彼得，咱大家常识，伊本来名叫西门，所以耶稣嘛甲伊起一个绰号，甲伊叫基法。希伯来阿兰文是叫基法，希腊文叫彼得，咱今日拢知影彼得。有时咱会叫讲西门彼得，意思就是你是石头啦，你是石盘。咱知影伊是12个学生的头，咱嘛知影伫福音书内底记载伊上罪，总是伊嘛捌失败过，3摆无认主。若无彼得，可能教会就无建立；若无保罗，教会就袂传到外邦。上帝伫历史中的作为，咱无了解。五旬节迄一天。这个软弱的彼得，竟然伫圣神的感动下面起来讲道，一届讲道，互3000人认罪悔改，教会为安尼来开始。这个无胆的彼得，后来成做为主做做见证。毋然安尼，因为伊是教会调教，伊是意见领袖，若无彼得的同意，福音嘛袂传到外邦。上帝伫哥尼流这个外邦人的厝来甲伊启示。彼得讲：上帝看做清气的，你袂当看做是垃圾。伫遐，你应该来将福音开放外邦人。后来照使徒行传照耶路撒冷会议，彼得赞成讲外邦人嘛爱领受到上帝恩典。所以天主教看伊是第一位的教皇。彼得，咱大家真熟。安德烈是彼得的兄弟，因住伫伯赛大。你12个学生内底，至少有3个是伯赛大的人。你若看地图，伯赛大伫加利利会较北边，拿撒勒是伫较内陆，离加利利海较开。后来检采是因为彼得、安德烈甲腓力的缘故，所以耶稣将伊伫加利利传福音的重点，毋是伫拿撒勒，后来拢伫伯赛大。咱知影这安德烈虽然是一个讨喜人，总是可能进入追求的心。伊真早就咧军队行说咧约翰，你若读约翰福音第1章，就知伊本来是缀约翰的。约翰甲伊讲，看这个是上帝羊羔，将来要替咱来赎罪的。然后安德烈才转换去军队主耶稣基督。伊马上去找到伊的兄弟彼得讲。阮拄着弥赛亚，所以这个安德烈，咱通看伊的个性不止温和，总是伫圣经内底若写着伊，就通看见伊毋是讲温和，伊真积极，伊真够带人来认捌主。3个咧，就是伊第一个找伊的兄弟，讲阮拄着弥赛亚。后来有一寡希腊人想要了解主耶稣，伊嘛带这希腊人直接，我袂晓甲你介绍弥赛亚。直接互你去甲耶稣来见面。当遮侪人无物件通食的时，看来咱讲到迄个腓
腓力甲耶稣讲，咱无可能啦，咱200个囡仔嘛无可能互这人食饱。他是腓力是看到问题，安德烈是咧找答案。伊无安尼，伊去找一个囡仔，愿意甲5块饼2尾鱼摕出来奉献照迄个5000人食饱的信力。后来咱讲这个腓力就是耶稣家问，约翰6章第50到第70。伊讲耶稣甲夜晚看见遮侪人爱来听伊讲道，所以已经日头暗嘛无物件通食，所以耶稣故意去问这个腓力，甲伊讲，咱要去倒位买遐侪饼来，互遮个人食饱。圣经讲，伊讲这个话是要试验腓力，因为上帝耶稣基督知影伊要安那来行，伊有能力通互遮个人食饱。所以腓力伊的回答是非常的理性，是非常的务实。我哪有可能啦？咱就是手中真正有200个囡仔来买饼，嘛无够也互遮个人食饱。所以遮个人会当食淡薄尔。所以伊是伯赛大人，伊甲安德烈彼得是同城，总是伊是一个会当讲真理性也真务实的人，这是伊的性格。咱过来讲拿但业、巴多罗马这个就是咱咧读12使徒内底真大的问题。巴多罗马甲拿但业敢同一个人，事实上就是因为因名有迄个阿兰文的发音甲希腊文的发音。拿但业是希腊文的发音，巴多罗马是阿兰文的发音。亲像你叫我宣信，那是台湾话；你叫我宣信，还是好像如果敢听音，你唔知影讲这是同一个人。同款12使徒内底嘛，定定是安尼。当你讲到拿但业的时，定定甲伊的好朋友腓力、伯赛大迄个人做伙。腓力伊嘛引带拿但业去认捌主，所以咱看约翰福音1章45到47节，腓力伊后来去拄着拿但业，就甲伊讲，摩西记的律法、先知有言所记的遐，我有拄着呢。迄个人就是约瑟的囝拿撒勒人耶稣。伊讲到耶稣的出身是拿撒勒，所以拿但业有一个都市人的骄傲啊！啥？拿但业甲腓力讲，拿撒勒出什么好物啦？迄庄稼所在、偏僻的所在，遐个人无受什么教育，伊要安怎出一个弥撒？他不相信。腓力甲伊讲一项，你家己来看，你家己来经验，你自己去面对面去经验。所以腓力传拿但业就近耶稣的时，耶稣直接讲，这个口无遮拦是真正以色列人心内想啥就讲什么所以伊是一个心直口快，讲什么话想到什么就讲出来。后来咱来看多马，咱也不知识，伊嘛一个绰号叫双生啊，基托马，所以咱大概知影多马伊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唔知有对咧无，咱唔知影。总是人叫伊讲双生囝，是一个真铁气，也是一个讲话拢爱拐弯抹角，有一点讽刺，迄种的人。举一个例来讲，当列撒罗、马大、马利亚，上帝耶稣所听这个家庭。列撒罗破重病的时，这2个姊妹紧去叫耶稣讲，我兄弟破病，赶紧来甲我帮助，来甲医治。耶稣故意伫遐佫延3、4天，然后伊讲有一天耶稣甲这学生讲这个列撒罗困去啊，咱来叫醒伊。学生讲伊若困去，就是表示伊的病较好啊，困会去啊，所以大概是安尼。所以耶稣就明明甲伊讲。列撒罗实际上是死啊，已经知影列撒罗死啊！咱即摆去，这学生听了感觉讲人死是敢有啥物路用？另外佫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这个犹太地区，咱知影伯大尼的家庭是伫犹太地区，迄个风声已经真对耶稣因这群人充满了敌意，所以因去到伯大尼。实际上有迄个危险，所以讲已经死啊！这多马直接就讲无咱来甲伊3到4哦，咱其实制造，敢若甲伊要做伙去遐死，共款意思。
这个就是罗马伊讲话爱讽刺，爱迄落，然后伊会毋信。我想咱大家拢知，过完了伊毋相信，伊毋相信主会过来讲，我一定爱看见，我一定爱摸着等等遮。后来咱看犹太，也是叫做大太。这个加利人犹太，因当时共命的人遐侪，雅各共命的人嘛遐侪，所以伫圣经内底对犹太记载真少。我找到是约翰14章2甲23，这有特别讲，这个犹太圣经挂号讲，毋是迄个出卖耶稣加利人犹太。伊甲耶稣讲：主啊，有啥物事你敢若显互阮看？为什么你无要显明互世间其他的人看？耶稣甲即个犹太达太讲，人若听我，人若甲我有亲密的关系，伊若守我的道理，毋若白听伊，我也要就近伊，伊就看会到我。我就会当甲伊三角徛起。所以毋是我无爱显互遐个人看，是遐个人甲我的关系无到迄种的程度。咱来看小雅各，这个是较大的问题。亚力菲的囝雅各，咱讲第一个雅各真早就顺道，到底这个圣经叫伊小雅各，到底是因为伊是较细汉，还是讲伊的年纪比西比太囝较细汉？咱毋知影。总是小雅各是毋是耶稣兄弟迄个雅各？这个有一个真出名的学者提出一个真趣味的观点。当然，这个我嘛无啥研究，互咱来这个 James 塔布这个人讲，亚力菲的囝雅各，真有可能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因为亚力菲伫希伯来文叫做亚力菲，那希腊文就叫格罗巴。你若读圣经有这个名格罗巴。耶稣的生父约瑟可能真早就过身。有一个兄弟嘛，叫做格罗巴。若照犹太人的风俗，阿兄过身了，小弟爱带迄个阿嫂来做伊的某，所以小雅各有可能甲耶稣等于是同母异父的兄弟，这是伊的观点啦。用迄名的译音来做一个观点。后来这小雅各被认为是耶路撒冷第一任的主教，兼且也因为伊有血统上甲耶稣的关系，以及伊有这个耶稣12个学生内底其中的一个，所以伊会通成做当时教会3个调酒之一。分类党人西门伫圣经内底无讲到半句话，总是咱知影当时耶稣的时代，犹太社会4大支派。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者，因注重摩西律法；撒都该人是较属地喜欢玩政治的，是祭司宗教领袖，所以祭司拢是撒都该人。爱色尼人，你今日若去死海建筑，对这个人是隐士派，因无爱甲这个世间有关系，所以因拢干那咧写圣经、抄圣经的，都有2极端吼。最极端的是分类党，分类党就是今仔日。这个所谓的用武力来推翻罗马政权的，是用武力用各种的方法来争取独立的。所以这分类党人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今日你若去到以色列去参观，一定去看马萨达这个堡垒，因为主要70年，罗马攻破耶路撒冷了后，才分类党人去到马萨达这个山岭关顶，死不投降。那罗马人用3年的时间，才攻破这个马萨达。去到关顶的时候，960个这犹太人誓死抵抗，全部自杀，全部无一个。所以今仔日以色列兵若要宣誓入去的时候，拢爱去马萨达，这就是分类党人因的。所以西门。耶稣去招这个对政治真狂热的人。最后咱看马太甲这马太咱毋免想介绍，马太福音随伊写，伊是一个抽象的人。耶稣甲讲，我来就是要救近这的罪人，就是要招歹人。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感觉家己需要上帝救赎的人才会需要主耶稣基督，而不是自命清高这法利赛人。马太。最后，咱来看加利人犹太
我想即个为什么伊会出卖耶稣？即个有真侪讲法。不过咱人看见即个人，伊真注重钱财啦，伊对钱财看真重。伫即个最后晚餐的时候，毋知你有没有注意到？约翰13章27到33，伫迄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有一个耶稣已经知影犹大会出卖伊，所以买一块饼互伊食。圣经讲撒旦进入伊的心，这到底咧指啥？无啥知影。耶稣直接甲伊讲：你要做的，你即马赶紧去做。圣经讲，当道的人，即其他学生毋知影讲，耶稣你讲，你要做，你紧去做，到底是要叫伊做啥？因为犹大咧管钱地，所以即个人拍说讲，咱搬过节的暗顿，即个物件无够，你赶紧去买一寡物件来补充咱搬过节的样，即个食物。也是讲搬过节有一个风俗，就是你爱去敬祭送香人。所以有人讲检菜，伊是去敬祭送香人，耶稣叫伊就讲，你要做，赶紧去做。其实毋是，耶稣知影伊要去卖伊，所以犹大接到迄个物了，就狠下心来去甲遐即个祭司头讲，我甲恁报耶稣伫什么所在，恁也要掠伊。所以咱看犹大伊是一个非常注重钱财，毋是干伫即个所在，有一个妇人人捌用芳膏来抹耶稣的时候，讲伤浪费啦，这个钱放伫耶稣的身，不如把这个钱摕去进这送香人。他讲这样，咱知影伊是一个注重钱财啦。所以咱人看见这是一个杂牌军啦，吼！你没有一个标准可循。为什么是分类党人西门？为什么是马太？为什么这代人性格无共、思想无共、出身地无共、职业拢无相？杂牌军啊！嘛，遮尔心中祈祷了后，嘛选到一个出卖伊的犹大。总是这11个人，竟然这使徒会通伫耶稣过活了后，反转规个世界。上帝用人的标准伫什么所在？等于是没有标准。用伊的主权用伊主动来竞选，要利用你这个文书，要利用你这个铁器，还是要用你这个真讲话真安尼真酸的人，不一定。耶稣讲我竞选恁，毋是恁竞选我，我要叫恁去结果子。然后竞选了后，就是爱这12个学生定甲伊相夹伫咧，这12个学生甲伊3年久。所以马可讲，耶稣上山，照家己所爱来调人，就照伊的主权，伊无咧考虑你的学历，无考虑你的出身，无考虑你的个性。上帝照伊的主权，呼调人来就近伊，然后爱这12个人时常甲伊相夹伫咧，至少3年久。所以3年久嘛无学到啥物，这个人对耶稣嘛无讲真熟悉。然后主的计划就是差派因去传福音，互因有关。主耶稣伫最后的这个使命交代嘛是安尼：恁出去，恁爱差遣出去，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恁做伙。我教示你的你也教示因手。总是我无离开恁，我会甲恁相夹伫咧到世间的路尾。所以今仔日咱讲同在的连结。今仔咱受呼召来成做基督徒，咱今仔受呼召做伊的学生，咱就甲伊相夹结的，用葡萄树甲枝来做比喻。伊爱来咱，毋是来做一个信徒来听讲道，来学习。伊爱咱甲伊做伙生活，伫你每一天的生活的中间。最后咱看见保罗，我非常的钦佩。保罗有遮大的自信，伊甲哥林多的教会讲。是啦，恁伫基督内底有真侪先生会讲万项，会教示恁真侪真理。我伫福音内底生恁，所以今仔日其他莫讲，恁就学我。11章第1节讲了，搁较有时读到这段圣经，我会感觉非常的见笑。伊甲哥林多教会讲，恁学我可以成为你们模范。因为我是学基督的，我学基督类似到迄种程度，互恁会通直接学我，毋免学基督会使。这种的自信，是毋是会通真做咱真大的一个勉励？咱最后咧看讲，我毋是干那停留伫遐做礼拜，真好啊！来唱圣诗，来敬拜赞美，来等等。
圣经讲，当变毛山的时阵，彼得嘛讲，咱伫遮足好啊，咱莫阁落去啊，莫阁切肯落去啊，咱大家做伙，亲像爱色尼人共款，咱来抄圣经，咱做一个这个共同生活啊，大家三听，直到世间的落尾，无圣经甲咱讲，咱爱受差派出去，所以这是伊的大使命。同在美好，但是也要被差遣出去。咱拢真爱唱一条真水的歌，讲甲主耶稣伫花园内底。第一节、第二节，当我心情真，我伫花园内底，伊对我讲话，怎样真水的一个诗歌。总是到伫第三节，伊讲是啦，甲上帝做伙真好啊，真爱甲永远都是甲主三角伫花园三角徛。总是伊找我讲，毋是停留伫遮。你爱去普天的引带罪人归天边，所以咱看见伊12下生拣选的标准，完全照他的本相，完全接纳，毋是咧看学历，毋是看出身，毋是看性格，照每一人无共款的性格，伊呼召咱，主要所完全接纳遮的人，然后甲伊亲密交谈，不管讲话往口的往下，伊嘛会通接纳。无所不谈，甲因做伙同甘共苦，三甲做伙伫迄个所在体验因的软弱，彼得魔鬼的抬恁，亲像咧抬遐物件，你的失败总是你回头了后，请坚固遐兄弟。所以我接纳你，不管你不失败还是成功，我互你权柄，差遣你出去，然后我会甲你三甲一个直到世间的落尾。上帝今日差遣你甲我，咱逐个人性格无同，背景无同，咱各种的才调无同，总是伊呼召咱，就是要爱咱，甲伊三甲一个，就是要爱咱，甲伊三甲一个学习了，咱会受差遣出去，来为伊做工。所以今日咱用这个圣经节来做咱今日金句。约翰15章第7甲第8节，咱做伙来读。恁若踮伫我，我的话踮伫恁，既若所爱。恁着求，就要甲恁请，恁结果子多多，对安尼，我的爸得到荣光，也恁要成做我的学生，我们就会成为他的门徒，而不是干那是一个信徒。做伙来祈祷，主啊，阮毋望阮的性命甲你有搁较深的结连。阮看见你12个使徒，每一个性格拢无同，也有真侪无共款。这个人生的经验失败，总是因甲主你同在了后，性命得到改变。虽然伫人生的中间看起来是非常的悲惨，总是因得到迄个永远的活命，因结果子多多。今仔日阮听你的呼召，来甲你三甲同在，求你也互阮会通领受有迄个勇气，受差遣出去，因为你要甲阮三甲一个到世间的落尾。主啊！求你用圣心来帮助阮领受这种的命令，祈祷靠耶稣的名，阿们。三角音信息来回应上帝，信息374首，听见救主出声得救，请起立。
奉献，请陈定武执事甲陈义如执事来书献。请起立。请坐。报告。第一点，欢迎大家来做伙来敬拜。礼拜了后，地下室有准备地点，会当来交杯。第二点是有关着牧师的聘任，内容有3点吼，我来读，请大家来听。有关于聘牧的事工，根据着教会的法规《行政法》的第33条，牧师的聘任甲选举由小会来办理。第一点。小会即马即届的第4届咧敲找适当的人选，也欢迎兄姐当小会来推荐。2月份呢，也已经伫台湾教会公布完成刊登即个消息。第2点，所有进行的人选甲即个接触目前是保密的阶段，因为是以免造成教会甲当事人的困扰。第3点。等待小会甲适当的人选小见面对话通过了后，得到当事人的首肯，就会公开安排时间，互本会会友来熟悉，听取兄弟姊妹大家的意见，做最后决定了后，才中会来申请即个间选的定数。即个说明以上是安尼。刷落第3点，社选。做的这个同工吼，因为3月份咱的长青乐活班甲智慧手机班会开始上课，所以今仔日要来开会，开会时间就是礼拜了后就开始开会，地点是伫副长的办公室，爱注意。第4点，才会有社工助理学的一个亲子讲座吼，本来是干那亲子讲座尔，即马是要甲班照做伙来聚会，所以今仔日的班照无另外聚会，所以今仔日的讲座有2个主题，第一个是咱的那个兄弟陈吉正弟兄吼，伊是沟通心理的专家，今仔日的主题是爸母甲幼囝安怎会当来表示彼此的疼，安尼是第1个主题。第2个班照的部分呢，是邀请到赖长老夫妇明恩长老甲夫妇，他们要分享的是因塞车伫纽西兰的这个旅游的经验分享。有报名的人请留步。地点是伫4楼哈。第5点，圣歌队已经开始礼拜了后的加班因为这个
四楼的讲座的关系吼，所以今仔日南社的分部是伫6楼练习哈，6楼练习啊，有唱歌温书的兄弟姊妹嘛，欢迎大家来参加。第6点，爱餐久久无法度过来举行，好消息，3月起，后礼拜3月初3，礼拜了后，伫地下室有为大家准备爱餐啊，请大家会当留步。第7点，礼拜组嘛是决定伫后礼拜第2场定数会甲平安礼恢复请可能有人已经习惯伫直播来看礼拜的人，若是你的身体勇敢，嘛欢迎来到实体礼拜，大家做伙来。第8点，圣礼典3月24号一樟树主日，迄天毋但有圣餐，若是你有意愿要受洗、跟圣礼、幼洗，也是信仰个别的，请互牧师知。教界的消息有2点，请大家过目。大岛的事项嘛，为着世界的和平。疫情逐项的恢复，有个教会内底有音乐服侍团体，一切事工都会当顺利来祈祷。牧师讲有补充？我来介绍吼，毋知有特别我需要介绍的无？若无来介绍我家己的亲人吼，我的哥哥甲我的阿嫂多谢大家为着阮阿嫂会破病带倒，即届会通倒转来台湾。甲我的二姐啦，二姐顶面有来个，二姐敢有来哈？伊较细汉看无着。这我的二姐啦吼，还佫有我需要介绍的人无？嗨，什么？叶同学哈？真久了，欢迎。OK， 欢迎。其他有看到几个真久无看到，毋过以前捌介绍，我就无搁特别介绍吼。多谢咱大家。上映397首原主祝福保护你，上映了后，请牧师教导，请起立。受上帝祝，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特别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医治安慰，因带甲咱正大家三一个，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闭会。